欢迎收看今日7月27日公视第2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今日来关心，捷克政府昨昏召开会议，由因的卫生部长宣布讲，要捐3万吨预防车给咱台湾。捷克的政府是表示，全世界拢有做过预防车，安尼咱才有法度真正打败 COVID-19 新型冠状病毒。所以有能力的国家爱去斗相共无预防车的国家。捷克这物资有剩，所以伫年底之前，因要捐出239万吨的预防车，去帮助巴尔干半岛的国家、非洲也个亚洲一寡国家，嘛要捐3万吨给咱台湾。目前已经有日本、美国、立陶宛、斯洛伐克甲捷克有关预防车给咱台湾。真侪咱台湾人会去关岛佚佗兼做预防车，若进前甲咱台湾已经讲好势的台湾甲秘鲁的旅游气泡，即马嘛有希望讲会当重新启动，要互民众去度假兼做预防车，而且维持旅游气泡的好康，转来了后毋免隔离。即马咱政府的相关部门已经正咧讨论。台湾本土疫情3级警戒降级，病毒真积极，期待当重新启动双方的旅游气泡。互台湾旅游业者感觉有希望。日头早起11点，甲外交部、交通部开会讨论，希望等来台湾的时阵会当免隔离，来提升游客参与的意愿。因为毋那是关岛，去别流赶快会当度假兼做疫苗。根据旅游泡泡的精神，回来台湾是不需要去住隔离旅馆，这个部分来讲又省了隔离旅馆的费用。这个部分确实会影响到买气，帛琉泡泡会比关岛有竞争性。在会议当中，国内的业者代表他们曾经提出一些振兴台湾跟帛琉观光旅游的建议，并且就具体的可行方案我们进行沟通跟交流。外交部我们会在符合指挥中心的防疫指导原则之下，来会诊相关具体可行的建议方案，来送请指挥中心核定。新冠疫苗无论是高生、辉瑞、莫德纳、别流拢有，而且别流当地人口75%已经有做过疫苗啊，达成群体免疫的目标。有关等来台湾5天内爱做 PCR 的检测，也有14天内爱自主管理的措施。指挥中心敢会放令？帛琉这边回来检疫的期间，我们大概就会以上一次的为标准，然后再会做一点检讨。对外交部，要去讨论这个帛琉相关的旅游事项那我们就是会尽量来就是看怎么样能够兼顾防疫跟旅游的必要性与配合。因为别流的防疫表现真好，到大要是依市零确诊，台湾别流双方嘛拢有真大意愿，持续来推动双边的观光。外交部指出，会配合指挥中心的防疫政策，而且在相关计划方案有具体进展了后，会赶紧甲外界来说明。记者综合报道。做开关心天气，今仔日中南部会上大雨，北部、东半部是较恶热，日头真美。咱来看云图。今仔日继续透西南风，落雨的所在以南台湾为主。气象局有针对高雄甲屏东发布大雨特报，北台湾甲东半部是过道了后有西北风。今仔日北部、东半部、金门同款是高温小热，大台北顶11个县市有到高温的电号，高温大约是35度至37度。若东南部嘛有机会会透火小风，伫明仔载西南风会增强，所以水汽会搁较高。伫南部落雨的时间嘛会搁较长，中部同款是有短暂阵雨，也是雷公雨的天气。镜头来高雄的旧车头伫昨昏开始进行所谓的大工程。高雄火车头有2500栋接单，顺利向北刷20公分啊！规个工程按算9月底会刷到中山路正对面，成做高雄车头新的大门。今天大概会移动到几公分啊？先让那部长来试推一下。2500栋的高雄老车站，下底塔36支脚机甲铁机，就亲像穿出兵鞋，准备要豆豆仔刷转去车站原底所在。26这天提早开始刷位的大工程。刚好，阮要迁移的进度大概是1.4米，4.8公尺的部分大概顺利的话，阮预估大概3天到4天来完成。交通部长王国材伫高雄铁路地下化工程开始的时，是高雄市交通局长，伊见证高雄老车站等外界的历史。老车站的四角形厝顶，亲像伫一顶棺木，是日本时代特有的地管式建筑，目前一定是历史建筑。这届创下全台上大文物刷位的纪录。一个城市的记忆，如果一个新的建设就把它抹灭掉，是很可惜的。那现在因为有这个保留，所以这个80年的车站
回到我们高雄新站区的中央，让高雄人永远记得这个车站的过去。对日开始，高雄老车站先往北边刷4.8米，然后搁对西边刷将近58米，按算9月底会当搬转来高雄新车站的大门。明年1月定位，以后要成做历史展览的空间。记者邓亚文、刘做高雄报道。该乡亲做伙关心今仔日的早报重点，咱先来看自由时报。财政部25公告5月份到6月份分段发票调奖的号码，结果煞写唔对去。财政部即马是赶紧宣布讲，2组号码拢准算，若有对着拢有调奖，等于是即期分段发票有2组调奖的号码，奖金会支出卖加1倍，会加3亿7千元。来关心联合报，阿兵哥苏永生伫2002年时，因为中卫排长郭景志不懂管教，伊袂堪这凌迟甲苦毒跳楼行地路。国防部原本是核定讲，伊是因为破病死亡，兼个伊的老爸遭撞11档。国防部伫顶个月已经解啊，重新核定伊是因公死亡，会当领到抚恤金。来看中国时报。经过69天的三级警戒，咱国内目前有3679间业者在实施无薪假。6月份的失业率嘛也关到4.8%，创下10年来新高。咱国内的失业人口超过57万人，一个月就新增加8万人。防疫警戒从今仔日开始要降到2级，虽讲未解封，也毋过也是爱遵守防疫规定。看起来复苏的力头有偌大，即马爱阁观察。来关心咱国内，昨昏是新增加10个本土病例，一个大病入境的病例，同款无死亡案例。若有伫预防社平台登记的民众，38岁以上的人，即马拢有预防社通知，按算7月30会当开始注射。咱的防疫警戒从今日开始要降到2级，也毋过边境的部分，同款的依持严格管制。国内新冠确诊病例新增加11个，其中10个是本土病例，1个是境外移入，也连续2天无死亡病例。伫新增加个案分布当中，以台北市4个上侪，过来是新北市加桃市各3例。境外移入个案加20台南透透气迄阵事件有关。境外这一入是我们本国人在船上其他人所传染到的。好，那我们也稍微把它判定一下因为是在认定是在公海上面所染疫。国内新一轮疫苗以由27早起10点开始到日到中昼12点截止。这届开放是1983年12月31日，含以前出世，也就是38岁以上的民众。另外，进前宜兰家人因为受到风台影响暂停注射的，也甲第3轮已经有受到改善，不过还未完成预约的。这一轮拢总是144万人，疫苗注射一定是为7月30开始，同款是注 AZ 疫苗。目前要发送的是144万人，那疫苗施打的时间这次列从7月30号到8月6号。虽然国内为27开始调降警戒标准到第2级，不过指挥中心考虑到全国新冠肺炎疫情回升，第一塔变异都持续伫位，为了避免境外移入病例增加，决定持续执行严格管制边境。没有持有我国有效居留证之非本国籍人士暂缓入境，紧急或人道考量等经专案可以除外。2、暂停旅客来台转机，将视国内外的疫情社区防疫的状况，适时滚动调整。另外，指挥中心也公布最新 COVID-19 疫苗注射了后死亡的统计，通报新增加23例死亡，其中有一个26岁男性，注 AZ 疫苗了后5天不幸死亡，是国内上少年注射疫苗了后死亡的个案。指挥中心是讲，这个26岁的男性，伊本身有罕见疾病，注射5天后，互助的人发现无性命迹象，目前已经由地方卫生所完成相验的程序，死亡原因是呼吸衰竭。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来关心全世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从疫情爆发到今，目前伫全世界的确定病例已经超过1亿9千万例，死亡人数超过417万人。咱来看最新的统计。咱台湾昨昏有新增加11例，目前咱台湾计共15582例。中国的病例有92000多例，香港是超过11000例，伫日本超过87万例。目前伫全世界病例数上侪国家前3名是美国、印度甲巴西。美国已经超过3500万例，
印度超过3100万例，巴西超过1900万例。欧洲的国家伫英国是超过574万例，伫法国超过600万例。全世界因为防疫规定放零，有一寡所在疫情阁探翻头。亲像法国已经出现第4波的疫情，因的国会嘛已经立法通过医护人员一定要注意放射规定，而且健康通行证的使用范围嘛会增加。若西班牙即马是赶紧咧注意放射，也毋过伫意大利甲以色列有民众抗议政府管伤济，侵犯因注意放射的自主权。法国议会25暗如期通过健康通行证相关法案，积极对抗德尔塔变种病毒入侵引起的第4波疫情。法案明定，医疗保健部门所有人员需要伫9月15进前开始做疫苗，若无面临停滞风险。此外，8月上路的健康通行证也扩大适用范围，未来相信真正伫餐厅、酒吧甲一寡公共场所，即长途火车甲飞行机拢需要出示这份，会当证明家己完整做疫苗，还是体检阴性的证明。9月底也将扩大适用到12岁以上的青少年。初步预计，这项措施会继续到11月10号。法国南部大城马赛附近的海滨度假胜地卡里勒鲁埃已经提早开始实施健康通行证，当局也设置几啊处体检中心，方便还未做疫苗游客自由进出室内化各种娱乐场所。J'étais pas trop pour le vaccin parce que je suis jeune, j'ai pas encore fait ma vie, j'ai pas d'enfants, etc. Donc j'ai un peu peur des effets à long terme. Mais là, avec les tests PCR qu'il faut faire à chaque fois qu'on doit sortir, je pense que je vais le faire parce que ça va être compliqué là, je pense. 意大利也将伫8月初推出类似的绿色通行证措施。首都罗马顶礼拜六出现大规模抗议。以色列虽然有56%的民众已经做完2档辉瑞疫苗，是上早解除警戒的国家之一，今嘛同款面临德尔塔变种病毒反苦，政府重新实施真侪防疫限制。新总理班内特呼吁数十万还未做疫苗的人赶紧做，若无出入公共场所可能受到限制，这也引起反疫苗者的不满。数十人聚集伫总理官舍头前抗议。西班牙同款受到德尔塔变种病毒威胁，顶礼拜出现单日增加确诊61000例，达到我半年新冠的惊人数字。各地疫苗中心各加真侪排队做疫苗的人。少年族群也无像其他国家遐尔铁起，真侪人拢表态支持做疫苗。西班牙过去4个礼拜完全做疫苗的比例增加2成，到9月可能达到7成。这成就应该是高效率的公共医疗体系甲严格针对年龄组别有特殊的做疫苗计划。广西新闻是非常编译。那美国注意放射的比率对4月份开始咧降低，所以5、6月时确定病例又搁举起来。北京的防疫顾问保持即马是警告讲，因为伤侪人坚持无要注意放射，致使美国即马防疫疫情的控制有淡薄走进去。即马美国的卫生官员当地抓新的方向修改防疫规定，要防止病毒搁传开。美国阿肯色州小干城的艾斯洪阿堡生5个囡仔，5月时阵，阁有第6胎的太太克里斯汀患着新冠病毒，症状严重到伫诊治出病院，第3摆阁住院，送去当前病房，也正常叶克膜，囡仔却保袂掉。伫有新活第22、23礼拜时阵落体，这个时阵翁婿太太也确诊住院治疗8、9天，其中有4天拢伫家护病房。5个年纪分别伫5至13岁不等的囡仔，全部只会当交予亲戚来照顾。太太先生对媒体讲，伊迄当时上后悔的就是安怎无去做疫苗咧。And at the same time, we just thought we were young and pretty healthy, and if we did get it, it wouldn't be too bad. So it was. 约翰霍普金斯新冠病毒资源中心指出，阿肯色州只有36派居民完全做疫苗，注射率低，互当地上大病院阿肯色大学医学中心23宣布将永远关掉旗下的新冠疫苗注射诊所。也毋过另外一方面，确诊病例数却一直增加中。这也正是美国5、6月以来疫情的情形。佛罗里达州、德州甲密苏里州一寡注射率低的地区病例数增加，99.5%着被死亡的人也拢是无注疫苗的人。北京最高防疫顾问福奇25伫媒体专访中警告，伤侪美国人坚持毋做疫苗。美国疫情当咧往错误的方向发展。伊也表示，当咧甲 CDC 美国疾病控制甲预防中心官员讨论修改注疫苗者的喙安规范，也就是取消当前完全注疫苗的人毋免挂喙安的做法，以阻止病毒扩散。
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今仔日防疫警戒会降到2级，疫情指挥中心当日开记者会来听现场详细的说明。所以在使用上务必这些仅限于这个疫调使用这个我们特别做一些提醒。那对于治安还有个人资讯的个人隐私的个人资料的保护都要一定务必要遵守那请地方政府呢在下载之后存取相关的实联资讯呢，务必在28天依规定要做删除。这个我们也特别再次跟县市政府来提醒。那这些下载跟存取的情况，我们会开放给民众来提供查询，让民众知道谁查询了你的个资所以这个我们都有让县市政府知道，这个我们只仅限于作为疫调使用那第三是有关于我们有关国家基础设施跟高风险接种人员的这个专案的部分，那因为县市之间会有一些资讯上的落差跟执行上的落差，那我们也特别提醒县市政府县市政府都自己这个相关的局处因为它都有直属在中央不同的部会。那中央各部会就专案的执行上面都有它的规划跟执行，但是对口往往是各县市的这些直接隶属的局处。那我们希望县市自己这些都属于县市政府自己所辖的相关局处，横向的联系要有。所以请他们县市政府之间一定这些局处的执行跟作业务必要让卫生局来了解。这样子疫苗的施打，那我们开放给这个全民在预约系统上预约的，这样子才可以依照顺序来做接种。那专案的部分我们就另外专案来处理，两个才不会混在一起。那我们请县市政府之间大家一起来充分合作跟努力所以这个是有关于我们在今天上午跟各县市政府所开会议的这个相关结论。就先跟大家报告到这边。副指挥官好，不好意思，想问一下，就是目前剩下多少 AZ 能够打？那上一波第3轮的疫苗总共打了多少剂的 AZ？ 不好意思，我再重复一遍，就是目前剩下多少 AZ 能打？上一波第3轮的疫苗总共打了多少剂的 AZ？ 谢谢。这个详细的统计数字，我们下午会请专户再跟大家做说明不过我先讲，就是说前面第2轮、第3轮，其实我们在配发的时候都比这个预约登记、实际预约登记跟接种的量都还比较多。所以如果在2轮、3轮再配合到我们现在4轮的配发，那大概这个第4轮都可以依序来做施打所以这个是一个整体的部分。那这个也是我刚刚为什么会特别提出来，在今天的会议上县市政府之间有互相提出这个专案的类型，有一些还没有轮到该打的但是有一些县市已经开始执行，那造成县市之间的混乱，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也会造成疫苗的分配原来应该是依照预约的系统来做施打的，那可能在这个量的分配上会产生失衡的状况，所以我们请县市政府大家一起步调各方面就一致，那一起来配合，那依照预约中央的规划、指挥中心的规划，该给预约系统的我们就给预约系统来做施打，该专案通知你专案做施打的时候就依序来去做施打。副指挥官早安，想请教一下，刚刚您提到这个疫调辅助平台，民众可以查询的部分是指下载存取的情况吗？意思是说谁可以知道你的个资吗？那民众可不可以使用这个疫调平台？大概民众使用的权限是怎么样？那第二个想请教关于这个这几天这个各县市都有在提到这个介效的莫德纳疫苗嘛？那不知道今天会议上有没有讨论到各县市政府是不是都可以在这个效期前打完？有没有县市政府提
提到有可能有打不完的余虑，中央需要回收的？谢谢。今天上午也有部分县市有提到哈，那这个在前几天其实我们社区组都一一跟各县市再次的做过确认，他们都表达明确的表达他们会依照这个原定的施打计划下去做执行，那他们会完成哈。那另外疫调辅助平台是供疫调人员来做使用，这个是高度的这个个人保护的部分哈，所以这个仅供，所以各县市的疫调人员要提出申请，谁来申请这个账号，那他去登录执行疫调所需资料的存取跟下载，所以这个谁去做了这件事情，我们会公开的让民众去查询，那他做了哪些事情，所以这个是会公开的方式。那第二个是我们提醒各县市务必要遵守这个个人资料保护的规范。那这个时间一到，疫调的这个我们规范的28天一到，就务必删除这些相关的资讯。副主官好，想请教一下邮局的窗口人员，他们其实已经造册，而且送交通部，但是一直等不到疫苗。那行政院秘书长7月14号在会议当中有裁示，要求这些邮局的窗口人员自己去预约平台登记，所以基层人员他们怒批他们被放生了，因为上周5还是邮局有人确诊，不晓得指挥中心后续怎么协助。第二个问题想请教，捷克政府有宣布要捐赠3万剂的疫苗给台湾，不晓得指挥中心怎么看？谢谢。好，就预约平台发送的这个年龄层已经到我记得是到70几年次嘛，就1980几年出生的，我现在想精准的这个年龄我现在忘记哈，那都依照预约都陆续在做开放。那专案的类型，因为有时间依照疫苗的这个分配等等，所以会依照计划陆续来做执行。那当然，他只要是国人或是住在台湾符合资格的外籍人士，他都可以依照他的这个意愿去先做意愿登记。那轮到他的时候就会通知他，所以这个是可以双轨专案。跟这个预约，它可以同时去做进行，所以我们现在其实也很多专案的人员在反映的时候，我们也鼓励他，其实可以多往预约平台去，所以这个是一并来做处理。那我们很谢谢这个非常多的友邦，那包括之前日本、美国、那立陶宛，那现在也有捷克，那这些国际的友邦友人也好。或是我们国内的企业跟民间团体也好，其实对于我们在整个防疫的措施上，跟这个大家都是展现通力合作，一起来努力，那我们都非常谢谢大家。头拄听到是疫情指挥中心今日再起上新的记者会内容，刷来在地上大条来关心地方的疫情。新北市20乡是新增加3个本土病例，拢是伫居家隔离期间是互验出来的。台北市的部分有4个本土病例，那台北车头22到24这段期间有4个清洁人员确诊，所以车头1楼的店头即马要休困3天大消毒。代替台北车头1楼51间店头，铁门胶拖落来，打广告讲休困3天做消毒，二八才会恢复营业。台北市府证实，代替台北车头外包的清洁公司22到24累计有4个清洁人员确诊。因为确诊的清洁人员平常时做工课的范围，包括车头拍票的大厅、1楼还有1楼楼梯间的便所，甲东一门、东三门、西三门的3间便所拢暂停开放做消毒3天的时间。不过车头拍票也是照常运作。台北市2日新增加4个本土病例，高文德讲，只要每一天感染的人数伫10个人以下，不明的感染源伫2例以下，就会豆豆放连管制。如果我们要控制这样的话，我们就逐步的放宽。那当然说，如果超过，那当然就要再回收嘛，27三级警戒降级，台
台北市嘛公布补教业开放的指引，若是有确诊者的行踪，就要停课3天；若确诊一个，就要停课14天。若是要恢复上课，就要全部的人快筛是阴性。新北市2例增加3例，拢是居家隔离阴性转阳性，这嘛是从3级警戒以来第2届无新的感染源。市长侯友宜强调讲，未来会持续透过精准疫调来厘清感染源，还佫有判断根据相关的数据来监测疫情。社区的体检站嘛持续运作，而且嘛会观测包括人阵、车阵、甲景点活动的状态。做到群体免疫的60%以上，我想大概要到10月份才能够做得到。所以我们这一段时间防疫绝对更要谨慎的面对。侯友宜强调讲，只要把喙罨摕落来，病毒就可能会外传，所以喙罨是上尾一个风扇。即马降到第2级的防疫警戒，每一步拢爱大好在，稳稳行落去，一直到恢复正常的生活。记者综合报道。再去看世界，来关心今仔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来看美国的国防部长打算要去东南亚访问，这是拜登内阁头一个访问东南亚的官员，要对抗中国，嘛要加强甲东南亚的关系。来关心美国是关岛Delta变种病毒的摊开，决定要移除旅游禁令，加强边境的管制。纽约市府人员即马嘛互要求，一定要强制去注意风险。来关心全球暖化、气候反常、地头出现天灾。联合国的气候会议今仔日要伫线顶举办，这项报告嘛会成做秋天的时各项气候峰会讨论的基础。镜头交转来，咱国来关心咱国内的本土病例数。昨昏咱的本土病例有新增加10例，目前咱台湾的本土病例计共14272例。咱来看伫各县市的分布。目前咱台湾的病例数超过4000例县市，包括新北市有6762例，台北市有4779例，超过200例以上的所在，伫桃园是772例，苗栗549例，基隆313例，彰化是272例，台中有206例。另外，昨昏并无死亡的个案。目前咱全台湾的本土病例加上境外病例，计共15581例。伫本土病例部分是占14272例，这个统计是疾管署早起上新的数字。接头来屏东来关心，即马疫情的关系，升长屏东的花市的产业，县政府即马要斗3港拍开销路。伫即个月，伫公共空间有设布置，要提悬花的使用量，要互民众去政府机关的时，卖使欣赏花草的水。近期民众若受到屏东美术馆也是演武场，但发现中央空地有真侪花艺展示，这是县政府用甲20种超过3万支在地出产的兰花所布置。除了美化公共空间，上主要就是望伫疫情期间要倒挺在地农民。这次就是因为因疫情的关系，那屏东县的花农也有很多的花卉做生产。那这次特别就配合我们农粮署的计划，来推动我们的公共空间的花卉布置的部分。那希望在疫情的期间，能够跟花农采买一些花卉。那在公共空间布置花卉，提供疫情期间希望能够舒缓民众紧张的情绪。现主时，唔那屏东美术馆，包括在财税局、环保局、消防局、卫生局，也拢看到无同的插花艺术。公家机关带头买花来布置，那刺激到花市消费，也望通透放疫情紧张的气氛，鼓舞到属农工商为众人加油。还不错啊。怎么说？就是好像有在帮那个医护啊，还是卫生所人员打气这样。看到这些花之后呢，就是心情都会变得非常的好，然后在相对上工作上。也会就是显得比较轻松一点，那因为有花的这个氛围，那大家的那个情绪，然后也变得比较稳定。农业处表示，公家机关轮流花艺布置，线路外屏东县警察局、文化处、县政府大厅等所在，按算会一直等到7月底。只要那民众有去办理公事，就通欣赏到美丽在地花产。希望通继续带动花草消费，帮助在地农民度过疫情的歹时机。记者综合报道。咱的防疫警戒从今日开始降到2级，台北市嘛从今日开始要开放幼儿园，会当互家长去寄囡仔。因过未少家长是烦恼讲，即马送去，把囡仔送过去刚好，嘛有家长是烦恼讲，等到上好势上通啊，无得卡嘛拢无命个。恢复正常。
囡仔入门爱消毒，桌啊嘛用假绑假开。台北市幼儿园日7就要开放，教育局人员提早巡视，不过因为人数减半，嘛有家长拄着甘要即马送囡仔去学校的难题，因为惊较晚送就无名额。现在我的工作又还没说要回去上班，想说如果等到我居家上班结束之后再送小孩子去的话，那会不会就没有名额了？刘先生表示，像伊踮厝上班，阁延1礼拜才无连面向幼儿园登记。不过前2天问幼儿园，已经剩无几个位，互伊感觉是先抢先赢。即马伊嘛咧观察开放后的情形。市府讲以各类人为优先，包括双薪家庭，但是幼儿园人数那济，是要安怎来审核？这个部分如果真的超额的时候，可能就必须要从园方这边跟家长去做沟通，大概有一个有条件的一个开放哦，就是在50%。那当然8月9号以后，我们也会再视这一周的一个状况，再做一个滚动修正。教育局表示，假使那幼儿园的空间有够，上济就是收总人数的一半。那真正有家庭有照顾的困难，嘛会阁看状况安排。不过目前是关键2礼拜，还是希望以防疫人员中低收入户的囡仔先收为主。记者陈阿文就随台北报道。囡仔爱顾，老人嘛爱顾。嘉义县的社会处是表示，因为有真侪民众有社区长照服务的需求，所以18间日照中心伫嘉义即马已经有9间通过防疫计划，所以从今日开始，麦当开始照顾时段。说明防疫计划安排，甲活动的空间分开，甚至搁爱规划一个所在，互有发烧症头的人会当治疗检查。新青27要服务的日照中心讲，有真侪时段甲家庭正需要社区的长照服务。长辈在家因为缺乏与人的接触，那照服员的照顾，他的活动功能渐渐也会丧失衰退，所以这也是很多的家属里面所担忧的。嘉义县目前有18间日间照顾中心，申请要伫27副业的日照中心有9间。社会局表示，这9间中心的工作人员拢爱做过预防射，要回来的时段若无做过疫苗，嘛需要提供抗原体检也是 PCR 检验的阴性证明。我们工作人员跟住民的一个疫苗的接种率有没有达到80%？第二个就是它的一个健康管理，以及那个空间环境的一个配置跟后续的一个维护情形。社会局表示，社区日照中心的服务会当照顾一寡适应的时段，嘛，互因的家庭会当休喘一下，会随时来检查县内所有日照中心的防疫管理，保护工作人员甲时段的健康。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上车消息来关心一个好消息，这是咱奥运乒乓的选手，台湾队的选手林昀儒，伫今日早起出战，已经顺利打败瑞典的选手，晋级男子单打16强。说来天气报题在，咱来关心今仔日中南部会上大雨，北部、东半部较后有热。东南部有机会会透会小风，明仔载西南风会增强，水气会搁较高，所以伫南部落雨时间嘛会搁较长。中部同款是有短暂阵雨，也是雷公雨的天气。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是27度，上悬37度。中部的温度上低是26度，上悬35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6度，上悬32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6度，上悬34度。外岛的温度是27度至36度。咱来关心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祝乡亲平安顺心，明仔载早起9点，咱再会。